喺呢片夏季熱浪尚未退卻嘅時候，從農曆6月到7月呢段喺靈性時序中格外敏感嘅時期，我將逐步揭露嗰啲潛藏於日常，卻由撒旦精心佈置嘅靈性迷障。佢從不以赤裸之惡現身，而係披住文化的衣袍、療癒的語言、靈修的假象，甚至宗教的外殼，潛入每一個尚未警醒嘅心靈深處。佢習慣用嘅唔係強奪的暴力，而係偽善的溫柔；唔係公然的背逆，而係將真理輕輕扭轉3分，調換半步的暗計。喺跟住落嚟嘅13個禮拜入邊，我將會同大家一齊探索與辨識，從符號、咒語、儀式到流行文化同埋現代靈修潮流，撒旦如何喺不知不覺間以光之名誘惑人遠離真正嘅光，以靈性之語引人走入屬靈嘅迷霧。呢場並非一場知識嘅展示，而係一場靈魂嘅警醒，唔係出於批判，而係源於守望。願你我在這破碎時代中，仍能看清其間的虛偽，並以真理為繩，勒住那迷惑者的喉嚨。